继续来看，这是卫福部上新的统计，2018年婴仔的死亡率甲产妇的死亡率，拢来创下着10年来的新高，讲这甲高龄产妇有真大的关系。这个生囝上界理想的年龄是20岁到30岁，但是现代人晚婚晚生，生第一胎的年龄拢已经来到31岁到35岁。这个产妇愈侪岁，相对的生囝风险嘛愈悬。 规家伙仔充满着幸福感，徐太太41岁，高龄生这个囡仔，得来无简单。生产的时捌拼花，囡仔险险保袂掉，所以想真侪高龄产妇拢有可能面临这款的危险。 造成一些心血管的疾病、羊水栓塞，或者是产后大出血。产后大出血就是目前产后大出血大部分的原因还是子宫的收缩不良，这当然跟孕妇的年龄还是有一些关系的。 依照卫福部统计，2018年10万名孕妇内面有12.2个人死亡，这是10年来新冠纪录。其中水皮脱掉的比例上悬，占26.1%。过来是产前、产后变化甲鱼脱掉的。高龄产妇伫有生的过程中，确有造成囡仔的问题。 包括胎盘有可能提早剥离，发现跟早产也有很大的相关。那这些有一部分也跟高龄有相关，因为高龄的妇女比较容易就是说胎盘功能不良，也就是说不管你怎么吃，小朋友就是长不大，因为你养分没有办法从那个胎盘送去给小朋友。上好的生产年龄是20到30岁，不过随着现代人晚婚晚生。 医生建议讲，卫福部会使针对孕妇设一个生育管理师，提供卫教追踪这个孕妇的状况，嘛会使确保母仔囝的健康。